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下晡4点，我有一个查甫人赛车去往总统府，而且有升级美国在台协会头前乱骑喇叭，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伊犯罪动机。台南南区一栋6楼的透天厝，今中昼发生火灾，其中一个妇人人找无到，落尾伫电梯内面找到人已经昏迷不醒，也是救无回来。为发布取消挂号费上限了后，一寡病院开始乱收，甚至有风声到6000会当先安排病床、连机、诊诊所，也有人收2000块的挂号费。新闻一开始提供一个上届新的消息，给观众朋友，就是这总统府下晡4点41分的时阵呢，有一台白色轿车向冲来，现场宪兵警方随甲这驾驶压制，而且甲人抓起来。初步了解是一名差不多是49岁姓杜的查甫人。总统府头前政府所在的防浪派无人受伤。这个查甫人去弄总统府进前呢，有去 AIT 头前乱骑喇叭，这详细情形佫爱调查。经本分局发现他有异状啊，要予以拦查时啊，图加速啊，冲撞总统府府前的花圃啊，造成3个花圃有受损的情形啊，但无人员受伤啊。除依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治单之外啊，另外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毁损罪啊，移送侦办。对这个画面顶头会当看到，讲这台车是冲正紧冲对这总统府头前的回台。这车顶头呢有喷漆写讲国家人体组织 AI 改造治安 SOS 入侵顶级。这台车弄总统府进前就先去到内湖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头前乱骑喇叭，警方伫咧现场管制了后，车就驶离开去弄总统府。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讲，已经甲人交予警方。那警方表示讲，招斥达实人车顶也无违禁品，伊为什么要赛车弄总统府呢？这部分佫爱调查。讲到这公民团体推动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的这个行动，目前已经达到第2阶段的标准了。谢国良表示会做好准备，行去到国民党中央参详对策。另外，针对选罢法修法，国民党是批评民进党相定标准，那民众党是已经表态反对拿赢有关罢免的标准。不少重要交通地点，基隆城际转运站启用记者会。不过，外界有关关注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行动小组公布人数已经超过第2阶段的标准，3则传出已经超过4万份，按算伫7月初5送件。谢国良也发声讲，要到党中央来参详对策。下班后，我们会到八德路跟大家讨论一下今日的局势。很多人都很关心基隆目前的情况，我们也深深的表示感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会做一切的准备。对启用典礼无邀请前基隆市长林右昌，谢国良是回应讲，因为林右昌目前有民进党秘书长的党务身份，较无适合。最近选罢法的修正，国会是继续咧对下。国民党批评讲，顶会期有3位立委也提出同款的修法方向，要提高标准，罢免票要坐过当选票。制度如果有缺失、有漏洞，是不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民进党提出来就好棒棒，国民党委员提出来就是为了要调高自己的门槛，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个别委员有他提案的自由，他的个人意见的陈述，但是民进党自始至终，即使是国会多数，也没有强行推动这样的修法。民众党也表态袂对拿赢来提出修法，尤其内政委员会选罢法修法的关键一息，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也表态反对拿赢调关罢免的标准，避免甲人民罢免无涉及政治人物的权利又搁关入去招压人来。这样子的提案，我们是不会赞成的。所以赖玉珍委员也已经清楚表态，他在内政委员会里头会出席，而且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党团的总调吴国昌也强调讲，党团并无主动推动修选罢法的计划，民众党也否认有配合，表示民众党有家己的主体性。记者综合报道。
国会这款修法法案生效，监察院今下晡已经由调查处长黄昌宪函律师去到宪法法庭交释宪函暂时处分的申请书。主张这监察调查权是宪法赋予的职权，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45、47条加59条关系到国会调查权的部分，可能侵犯到监察权。国会这款修法相关条文，大总统进前有公布，而且由立法院、民进党团、总统府、行政院和监察院完成释宪函暂时处分的申请，也创下4个宪政机关做伙申请释宪的记录。也那这宪法法庭当时会裁准这暂时处分，因为要考虑到法案施行了后，敢会有无法度恢复的重大损害，是毋是紧急性加上宪法诉讼法也无规定讲收案了后偌久就要做裁定，会依法定程序来做处理。今年3月，卫福部取消病院诊所挂号费的上限，或者收费等到市场的机制，所有诊所开始伫咧乱收钱啊。立委林淑芬今仔日就讲，南部某一间病院这挂号费收6000块，会当替民众大省来安排病床，连基层诊所好兴的特别门诊呢，挂号费也爱收2000，敢会造成这好业人才有资格看医生呢？民众若做破病去医疗院所挂号看病真方便，不过卫福部今年3月取消挂号费限制，引起不少收费的乱象。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在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也讲，南部某一间病院交6000块挂号费，就当优先排病床，就连基层诊所核心特约门诊挂号费嘛爱2000块，互公共医疗出现该级的问题。取消挂号费上限是你们废止的。基本上出现那种乱象，6000元可以优先排病床。林淑芬批评当初取消挂号费限制时阵，医师对外表示，医疗机构袂使黑白起价，会影响病人就医的意愿。若做有联合起价行为，会由公平会管控。敢讲卫福部拢无责任心。挂号费还是有彼此竞争的啦，不可能说我们同一条街上。你若收较贵的，都无人要去啊嘛。所以但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话，这些也会造成慢性病病人他从诊所转往整体收费较低的医院来就医的情况，或者说有经济健康弱势的民众，他因为没有挂号费的减免优惠，而造成就医基金障碍等等的情况。医改会呼吁卫福部应该赶紧查明4月到即马全台湾医疗院所调关挂号费的情形，并恢复备查制度，避免医疗阶级化。区泰元嘛讲，目前健保快易通 App 无登录自费系统门诊，不过会去了解挂号费收费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南区有一栋6层楼的透天厝，惊中昼发生火灾，这警消甲3个人救出来，其中一个富人人找无到，落尾伫咧电梯内面找到人已经是昏迷不醒啊，送病院犹原救无回来。专家也要提醒讲，火灾来的时阵一定要行安全梯，袂当坐电梯。大火甲乌烟一直为铁片加盖的厝楼尾顶冲出来。台南市南区圣南街这栋6层楼的建物，这中昼大火，加上通报至少4人受困。有人看到妈妈吗？被救出来民众紧急送去药人3被受害去，消防局第一时间救出3个人，不过家属反对是69岁姓陈的妇人也个失联。女性大约年龄是70岁的妇人，她在火场是失联的。就是屋主他联络不上他，然后我们在3、4、5、6各层楼逐层搜索，也一直找不到他。火拍发了，消防队员来回敲锤，才在6楼电梯内底发现，不幸是人已经明显死亡。一搭电梯如果在火场发生这个期间断电了或停电了，你就整个被困在电梯间里面。那你困在里面的部分，发生伤亡的几率就更高了。专家提醒，火灾时阵看到乌烟，代表伫个所在已经被污染，无适合往电管往下卡度升，爱水平避难。防火门关起来，避伫安全所在，也唔通坐电梯，因为内底唔是密闭空间，无法度阻隔乌烟。上下移动造成暗病，会出现瓦塌效应，将乌烟散去每一个所在，增加伤亡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钢铁这几年这产能过多，大量销到别国家去，害全世界钢铁市场变甲乱糟糟。台湾同款有受到影响。面对这款下价竞争，台湾中钢最近有收集相关的资料数证，准备要提出反倾销调查。经济部表示讲，收到申请了后，相关部会会协助调查审计。中国钢铁这几年产能伤过济，大量钢材倾销国外，造成全球钢铁市场动起平。台湾业者也面临俗的竞争，所以钢铁大公司中钢收集相关的数证，准备申请反倾销调查。就程序来说，目前是在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还有产损的盘点等等。完备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跟我们的律师讨论，在适当的时点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动作。过去业者也捌分别对中国订购的碳钢、钢棒这些产品申请反倾销调查，相关产品都被扣反倾销税到自2017年9月为止。中国这摆针对上顶关的这些产品修正，后面真济国家也对中国做出提关关税、严禁生产地这些措施反制，希望政府应有相关做法。受到国际不公平竞争受到实质损害的话，可以协助他们提出反倾销的控诉。财政部是负责调查这倾销的行为，经济部负责调查是不是受到实质损害。真的受到损害的话，我们就会依照法令来课征反倾销税。经济部回应也协助调查审议，不过也表示，除非勘察无公平目的，或者是国安问题，若无会遵守 WTO 规定，未凊彩提关关税。学者认为，到应该将重点放在产业的长远发展。政策上面应该思考如何走出台湾自己的特色，譬如说有没有减碳的一个钢材，当做一个绿色产品发展的一个趋势，可以高质化产品差异的一个策略走向，跟中国大陆一些产品做一些区隔。学者表示，中国钢铁暗图这产业产能伤过济问题已经真久，台湾应该走出家己的特色，政府甲业者应该密切连结，互产业面临相关压力时阵，应真紧合作应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树林的海沙厝双皮大楼，因过捌发生天崩落来问题，有9成以上住户拢有意愿参与都更，这是台北市办理都更2.0头一个个案。副市长李树川就表示，台北市是巴度每一个所在拢是一平换一平的，不过上要紧的就是赶紧甲维护建筑更新，安尼才较安全。天崩的壁棚愈来愈宽，还有真侪铁机看现现，修补的痕迹真明显。台北市树林双壁大楼，2021年去市政府公告列管组应该拆除高列离子建物，也就是俗称海沙厝，市民烦恼大的安全，也促成这个案是公办都更2.0头一个成案的社区。天花板崩塌啊，然后那个女儿墙倒塌，那有些住户只要遇到地震，就是往1楼跑。这几年一直都有点住得不太安心。我以住户代表来看的话，我没有遇到说反对的意见。树林上批的都更案拢总将近100户，拢总130人，9成以上的住户拢有进行公办都更的意愿。不过其实整合初期意愿无悬，是一直甲部分居民厝内的客厅露台天棚的红毛图，都伫眼前落来，才提高都更共识。头一届招商的时阵，阁因为营建成本悬流标，经过一直沟通，甲住户开会调整招商的内容，阁互出钱人阁较侪开发调整款。第2届才成功招商。其实坪数换下来没有到1坪换1坪，我们大概我算一算，大概只有1坪换0.5多而已。解决我们住户的一些居住上的安全来讲，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解决途径啦。不可能在台北市每个地方都可以1坪换1坪，茶杯用了40年，现在换个新的，补个2块钱。应该也合理吧。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台北市无法度每一个所在拢一平换一平。台北市目前厝的内政强度也是无够，敢若靠都更赶紧甲危险老旧的建筑换新。不过都更嘛面临欠工欠料的挑战。切工切料虽然会造成工期的 delay 呢，但是不是完全无解。尤其在今年呢，政府劳动部开放外劳之后呢，更让我们在移工方面有所补充。建商表示，原为了起营建成本悬，大环境要生存，甚至要甲都更做好，除了旧厝的改建，提升规个区域的价值，这嘛是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有50外个居家照顾服务员去到市政府抗议，讲因也未领到6月薪水，因的保公司劳动合作社拢总欠因308万。这个争议呢，是因为合作社改选前任甲现任的理事主席相告，提出这卫生局拨到半钱。市政府也强调讲，这合作社的纠纷呢，也交予这法院来处理。那这薪水的问题，目前也等咧调查。一阵居家照护员大声喊出，要摕到家己应该摕薪水。伫台中市北区一间劳动合作社的私立居家长照机构，有50多位居家照护员6月份互人欠薪水，拢总308万，初一去到市府抗议，还给我们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交代，对，让我们每天很辛苦工作的居服员都可以领到我们的薪水。居家照护员到厝服务，互厝内老大人拢会当得到照顾。这间居家长照机构拢总服务200外个个案。规个欠薪水的争议是来自去年劳动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改选了后，前主席兼做长照机构负责人的林婉珍，指控新的理事主席陈建文敢若是人头蛇丸，而且佫无互居家照护员薪水。不过陈建文是批评林婉珍私底下改口做，地属卫生局无法度拨款。50多个，总共他6月份是308万。这一个月的话，机构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代垫的，陈建文1毛都不给我。那我们真的是已经没有再多余的钱。他没有经过合作社理事会的决议，他就私下去变更账号，所以说造成那个卫生局无法拨款，把那个申请账号的那个做撤销动作，我们这边才可以正常的拨款进来，这样子。社会局表示，合作社的选举纠纷是私权的行为，双方当伫咧台中地方法院来拍诉讼，行政机关无法度做主意，要由司法来判定。我们有收到这个公文，那我们针对这个公文里面的程序完不完备哈，没有所谓的行政的一个定夺，因为定夺的部分就已经回到法院了，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当中。不过社会局强调，居家服务员薪水的问题会甲合作社选举的诉讼分开来解决，目前正咧协调，希望会当赶紧互基层的员工领到薪水。记者综合报道。为着税厝的民众拢知影，特别是税套房，这厝头家拢会看电表来算电钱，一度电上无拢是5块起跳，这继续固在厝头家伫遐花。为了改善这款的情形呢，行政院消保会通过新版本的税厝契约，台电小单拿偌济钱，厝卡着纳偌济，厝头家袂当加收，按算7月中要开始推动。天气真热，真侪人一转去厝的第一个做的代志就是开冷气。不过租厝的人就无一定，考虑到厝头家定定超收电钱，甚至团讲最近电钱起啊，厝头家要甲每一度电调到1度7块。为了要防止乱象，行政院消保会伫顶礼拜5审议通过新版的租赁契约范本，以后厝头家收到台电的小单偌济钱，就即个人向厝卡收偌济。电度数来计算电费的话，每度电价将不可以超过电费单上的当期每度平均电价，会预计在7月中旬正式上路。新版的租赁契约范本有3点修正，用电度数来计算的不应超过当期每一度平均电价，那不是用电度数算钱的，就不应超过每一支电费的总价。厝头家有提供电费资讯的义务，厝卡也让家己向台电查询讲电偌济钱。以后若是厝卡拄到超收电钱，会影响行政院消保会提出申诉。房客要不要这件事情跟房东翻脸？那翻脸的部分，也许你可以争到你的权益，可是你就不要住了。治标不治本，政府应该想办法去面对如何赶快让台湾的租屋市透明化。平阳凯讲，厝卡会让主张款息，不过厝主若是袂照去做，甚至袂搁做啊，会是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租厝市场的争议，就要对市场公开透明化来做，和政府会当有效来管厝头家。达到减少纷争，维护厝卡厝头家上边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个法国国民议会头一轮投票，民调显示投票率有65%，是1997年以来上界悬的纪录。那这极右派国民联盟呢，是摕到历史性的胜利，释出预估会对88席增加到230席到280席。东魁巴德拉伫咧选举后，就呼吁选民7天后的第2轮投票，爱互因占多数稳定执政。那嘛，各方联盟是输甲真歹看，成绩是调查不已。
流派国民联盟总调马林勒鹏伫法国北部安南博蒙选区轻松向58点迄数，也就是过半选票。第一摆投票就胜出的消息一出来，伫竞选中心的支持者欢喜甲叽叽叫，互相揽做伙。国民联盟全国总得票率33%是第一，实处有可会为目前的88席，客观到230到280席之间。而总理大会愈来愈近的东区巴德拉，30半暝伫巴黎记者会宣誓，也遵守宪法做好联合政府总理，呼吁选民7天了后第二摆投票，选提绝对多数稳定执政。J'entends être un Premier ministre de cohabitation, respectueux de la Constitution et de la fonct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mais intransigeant sur la politique que nous mettrons en œuvre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et au service des Français. Bah ouais, faut changer peut-être que ça ira mieux. Parce que là pour l'instant il n'y a rien qui se fait et voilà. Faut que ça change, faut essayer. On n'a jamais essayé donc faut essayer, c'est tout. 法国选举是2摆投票制，第一摆投票得票过半会直接胜出，若无就要经过第二摆投票决定胜负。另外，得票率超过12%要参选资格。为出口民调的算票结果来看，有破纪录3摆选区是三卡都。为这场雄雄的改选，5个做派政党伫选前凊彩成军的新人民定线，得票率28.5%是第二，实处伫125到165席之间。总统马克宏中间派联盟同在只有22%第三，实处为250席倒退愈到70到100席之间。对马克宏来讲是真见效的惨败。国民议会总实处577席，要稳定执政要摕到289席。为斩断继续的执政之路，不屈法国的领袖梅兰雄先表态，呼吁票数第三的左派候选人退选，全力支持国民联盟候选人竞争对手。总理艾塔尔也提出同款的意见，不过中间联盟内底似乎无同款的声音。Je les vois avec beaucoup de peur, d'appréhension et je me dis qu'il faut se mobiliser et réagir de demain parce que l'heure est grave. 照宪法的规定，国民议会选后1年内变更解散。马克宏也讲，一定会最晚第2任任期到2027年。第二摆投票会伫7月7日。民调显示，上可能局势是无任何一个阵营应摕到过半席次。加州国会经伫遐袂顶袂当，到时阵马克宏推行改革会真歹行。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伫头一场电视辩论会表现了无讲介好，除了选民无满意，也互这个民主党内出现换人的声音。根据着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伫辩论了后2天所做的民调，有72%的这登记选民认为拜登无适合做总统。不过民主党的高层呢，已经伫咧30拒绝党内换一个更较少年的候选人出来选。美国总统拜登甲第一夫人吉尔甲大家握手，因伫离岛到纽约开始募款行动，努力的挽回选民对伊的信任危机。第27个第一场电视辩论，81岁拜登对78岁川普，2个人拢面临着年纪甲体能的质疑。不过拜登伫咧辩论时阵，一直出现丢猪、大字、思路中断的情形。如果因为感冒、烧声，有人说话讲会愈来愈细声，互选民质疑拜登是不是适合的连选。民主党内怎么也出现换人选的声音。The reaction of Democrats was at first shock, and that gave way to horror, and then panic. And that's what we woke up with this morning, and the panic has continued.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伫咧辩论2天了所做的民调显示，伫即马有要加3%的选民认为拜登无适合选总统。若是甲川普来比较，伫辩论过了，川普的民调颠倒是无啥物明显的变化。There is only one way for a nominee to be removed, and that is for the nominee to decide not to run before the convention. 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辩论会在南的表现，互民主党即马真担心。民主党即马若真正想要换人，除了拜登会当伫咧8月就甲高所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被正式提名进前，家己宣布退选，或者是被提名了放弃，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推选代表来对战川普。若无就是其他的人家己提出挑战，争取原本伫咧初选时阵挺拜登的人转支持因。不过民主党高层伫咧30已经拒绝党内要求经一个更加少年的候选人的声音。
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今仔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7年的日子，香港政府特别举行庆祝仪式。特首李家超特别讲到，香港政府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佮宣布北京会送予香港一对鸟禽。而且，伫咧香港国安法施行了后，过去代表民主抗争精神的7一游行，已经是连续5年无举办啦。啊，若讲到这香港政府，因是也批评台湾，讲甲这中国香港澳门旅游警示列作是干嘛式称呼。但是刘会也表示讲，这香港国安法已经对香港地位造成影响，希望这情形唔通愈来愈恶化。今这间广场举行升旗仪式，香港特首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陈彦雄，还有包括前特首梁振英出席。7月7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7年的日子，李家超伫庆祝酒会表示，这届港府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佮宣布北京要佮送香港一对鸟禽。呢2年，政府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共同維護和諧穩定。反送中運動了後，香港國安法2020年實施，一寡民間組織，包含民陣陸續解散。7一遊行已經連續5年無辦，港府正正嘛發聲明譴責咱方調升起中港澳旅遊警示做干嘛式稱呼。劉偉輝回應，國安法已經對香港地位造成影響。港府現在的所謂的國家安全法等等的法律對香港的地位造成了一些影響。那我們希望說這樣的情況不要惡化。他們的說法是我們是還有集會遊行的自由跟權利，但他根本不批你，不會有人去申請，而且你明明知道他不會過，所以他是要做到的另外一點就是你自我審查。但是經濟獎歌手巴乃領獎時陣提起天安門，吸到兩方敏感的心境，暗過禁曲 GMA 專業無完整表達，也讓外界質疑是自我審查。文化部經背會，我一直是跟新聞局抗爭的人。所以你想想看，我這樣的背景，然後台灣終於言論自由到好多10-20年了，在我身上幾乎是不可能自我審查的。劉偉輝講，中方愛有人知，對於外手藝人也是旅行來台灣，無應該上緊張，嘛唔免聽到天安門導風所消息，上過頭緊張就會限縮交流。咱方也是歡迎對華訪台，嘛話講大家都要較冷靜者。記者綜合報道。美軍密蘇里河戰艦是二戰時期正出名的軍艦，是因為聯合國民軍和日軍佇咧船頂簽署日本投降儀式。密蘇里河也捌參與過韓戰，也進行現代化的武器化升級，而且也有參與2屆環太平洋軍演，未來會特約改做是紀念館，停佇咧夏威夷珍珠港，但年吸引超過2萬人去參觀。記者即馬是徛佇咧美軍密蘇里河戰艦的甲板頂。會看到佇記者倒手邊這張相片，才有歷史意義，因為這代表着2次世界大戰結束。因為迄當陣，密蘇里河戰艦被指派成做修航艦，到東京灣見證聯合國民軍甲日本佇咧遮簽署日軍的投降儀式。佇咧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蘇里河是美軍真有名的戰艦，捌經歷過2戰、韓戰，戰功誠水，對應了後轉變成做紀念館，每年有24000位遊客。這麼帶觀眾入去看這台傳奇的戰艦。近日去船艙會讓看到真濟慘大，因為二戰期間，密蘇里河的船員上濟有2700人，要甲這個官兵的維持好飽，對造客來講是真大的挑戰。佇咧密蘇里河為了要照顧官兵的生活，內邊還有傳福利社，福利社有賣餅、巧克力、糖啊，還有爆米花的機器。佇大廳還有看到冰淇淋加飲料，就是讓官兵佇咧無職訓的時陣，會當食一寡細小啊。船艙內邊還有獨立的烘焙室，提供各種好食的派甲雞卵糕，讓官兵會當解熱。同時還有室內圖書館，內面有各種書，也那外界真好奇的困房，所在真話真簡單。記者什麼所起來這個所在是密蘇里河海軍官兵的厝，俗稱觀察機啊。為什麼叫做觀察機啊呢？因為看到內面這個空間是真話，官兵是分做3層來困，要上路面床真無方便。不過對這個官兵來講，這已經是佇咧船頂會當好發困眠的所在。若講到密蘇里河的經典事蹟，就算是日本神風特攻隊毀滅的攻擊。船艙內邊有講日軍飛行員的制服、遺書，也有美軍為飛行員執行海葬的記錄。而這麼密蘇里河這邊就佇咧電視迄當陣神風特攻隊攻擊密蘇里河所拿來戰破碎片。
美水里号有强大火力，船头的灯泡是伊的招牌。现场也看到炮塔色，伊一支炮管下当加飞机保险技术测便当。一袋呢是50公斤，我们总共要2桶，总共是300公斤发射1枚。那1枚呢，只要上载的时间只要30秒，1分钟可以发射2枚，射程呢是37公里，准确度是99.7。美苏里号舰舰退役了，也搁捌参加电影的演出。伫2010年超级舰舰电影内面客串电影的演出，甲主角最近打击外星人。伫hành程结束了，美苏里号把退役被封存，尾也搁被调回，进行现代化武器升级，配备着政府巡弋飞弹、鱼叉飞弹发射器，也搁防电系统，也捌参加1988年甲1990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伫渡接了，停我伫个珍珠港，见证美日深化合作，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公路局仍在规划花东公路安全警大道分跨计划，伫花东地区建立兼顾着运输、观光和生活安全的外环道。不过，空军也认为讲这关山的外环道正值拍算要起建备跑道，公路局是要求空军先和在地居民沟通办说明会，按算伫咧关山镇举办3场。不过，初一伫咧新福社区的头一场说明会，军方连讲着还未讲，就去互居民抗议啊。说明会拄开始，要由空军第7联队说明关山建备跑道的行建计划，阳光随后关山镇新福社区的居民反对。关山建备跑道本来按算要用公路局花东公路拓宽改建工程内面的东接线管道，经过关山镇新福社区起一条2公里直的建备跑道。沿过边啊有农民租用国有地，也有原住民保留地，建造已经几多年啊。若是征收补助款1公顷才10万，农民的失业也有影响观光，所以农民也有居民拢反对起建备跑道。不要，我不同意。这些路做下去，我跟你讲，光光如酒。稻米我们用生产，是等于叫我们走上死路。伫说明会，关山镇长也有几多位民意代表拢讲，东部已经有2座军用机场，无必要搁起建备跑道。若是起，颠倒会成做中共飞弹攻击的目标，影响民众性命财产的安全。会议军方连说明的机会拢无，就伫抗议反对声中散会。我们的后世世代代都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关山继续的安身立命。基于这样的缘由，我们要跟国防部来抗议，我们反对盖战备跑道。因为接落来还有2场说明会，关山镇长希望国防部甲空军莫搁开啊，若是政府强要起建备跑道，会招全镇的居民去总统府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地动的影响，这花莲经济变加真歹。为着要振兴花莲地区的农业、渔业、畜牧业，农业部呢是推出着农分白，吸引游客去花莲消费。不过今日拄开始说，因为使用人数上过侪，系统卡掉的。农业部是解说讲，除了游客会当领，在地人同款会当领。目前这款的状况已经排除啊。那增到满移动会柜台头前用农分白介绍，不过店员安怎路都是愈袂过。835的讯息不知道是什么。扫描 QR code， 错误顺序一直跳。那农会超市无法度顺利用，就连上海行业者替消费者换也拄着问题。那连我们业者要做兑换也是，就说我们的场域不符合，就是兑换的资格什么的，对。所以问题蛮多的。对。要进行花莲地动了后，农林渔牧发展农业部推农分白2万顷标契，不过7月初1第1天为申请甲使用状况真侪，搁较有外地来人要登去进行使用，无奈卡掉咧。刚才就有一位外地民众刚好要离开花莲，可是就无法上线。昨天晚上抢票的时候就有点卡住，现在要用，就不能用。第1天就出问题，互游客业者是真反弹。当地农业处解释。流量超过预期，农业部也回应已经紧急加大系统评款作业，中岛过后状况排除，目前拢恢复正常。我们业者是登录农业易游网之后，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快速收卷。中央除了农分白、花莲旅游补助、花莲进行文化币等等，也用真济方式来挽救当地员工。商业者讲文化币对生理有帮助，不过大部分是在地人咧使用。即马晓热，花莲国饭店住房率平均只有2成。
第一个是余震的问题，再来就是路况的问题。那因为就在上个礼拜，苏花公路一段有个这个土石流，其实我们的住房率又都下滑了这个1%哈。交通的问题还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担忧。在地的孩子们，高中生、大学的部分也蛮多，大概80%，那有2成是外地的。旅宿业者拢讲，目前来省的人无济，那安尼龙粉币换甲使用，哪会流量伤过大去卡掉呢？也有可能有部分的领取对象，他本身也是花莲的民众，他到附近的乡镇，或者是到花莲的中部、南部这边来做游玩，所以都是有可能的。原来花莲当地人用领龙粉币，那定规伫花莲乐园定级进行，是要进行观光，除了靠相关的补助，要互游客来者包含来往花莲交通等政策方面，拢爱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第35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加举行，隆重有4天会选出新的院士。总统热情地会参加开幕，感谢中研院伫咧净零碳排研究。罗总统也强调中研院的进步代表台湾的进步。院长廖俊智也表示，中研院已经成立 AI 推广办公室，提升 AI 相关的研究。一鞠躬。向国父为上3鞠躬，连续4届中研院第35摆院士会议7月正式开始。这是疫情了后用实体会议的方式进行。总统大清着致辞的时阵强调，中研院是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一直用科学专业贡献国家社会，培养人才，搁提供国家政策建言。中研院的进步就代表台湾的进步。今年是中研院在南港院区的70周年。中研院以跨世代累积的研究能量，协助台湾度过各种挑战。面对气候危机，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努力的目标。发布台湾净零科技研发政策建议书，倡议具体解决方案。罗总统感谢中研院伫净零碳排等领域用心研究，表达上大敬意。虽然院士会议会选出40个新科院士，不过这几年来，动产名额一直落切，尤其是人文组动产人数一直偏低，顶一届只有3人当选。现在人文的院士比较少，有各种的原因，一个大环境的原因，念人文的人越来越少啊。像少子化一样，人口越来越少。每一个提名都在各个学科，恐怕会有一些遗珠之憾。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跨学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人出来？我想这个是一条路。在这一摆新科院士选举办法当中，第一摆伫提名过程，就要确认被提名人深受咱的国籍，若无咱的国籍，会建议转提名过院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捷运的这高雄车头商店街，今仔日呢有一个民众伊的牌仔内面请烟出来，过路人是惊甲闪离离。加在这站长和保全人员有处理，才无倒回收。专家是表示讲，这温度伤悬，或者是弄到这行动电源，害这内部零件各样都有可能会烧起来。提醒民众讲，这使用行动电源，若就是用甲烧烫烫，就要随停止使用。监视器画面，民众雄雄惊险，尾啊倒边下骹出现阵阵白烟。7中昼一个女学生伫高捷高雄车站地下商店街，皮包雄雄呛烟，惊者伊赶紧甲皮包等伫涂骹。当时刚好拿着抹布，所以我就先过去。我们这边最近嘛，对啊，我就想说，先盖着，至少不要让它再有后续的更严重的事情发生。烟雾就整个喷到这个整个地下室，整个就弥漫的那个。烟这样子，已经烧到变土团的都是呛烟的行动电源。好佳在发生大事的时阵，热心的店主甲高捷工作人员发现了后即时处理，才无造成灾害。清洁人员发现后，立即通知站长前往查勘处理。确认后，现场无造成人员受伤及设备损坏。科技时代，差不多大家出外拢会炸行动电源，不过最近行动电源家己倒起来爆炸，这个事故常常听到。专家是讲，高温也是去弄到，拢有可能致使内底的晶片这零件故障，要特别注意，尽量避免它碰撞。然后第二个呢是不要跟其他电池类的再放在一起。然后第三个是你平常你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它有没有温度异常，例如说它没有使用，也都没有连接，突然之间温度很异常。或者是你同时连接多个装置，
然后它的温度是非常的烫。因为行动电源各位管道济，专家讲，若是买到国外来路不明的行动电源，也有可能因为电压的问题会有风险。提醒民众，上好是找国内合格大型通路，也是经有厂牌加票检局 BSMI 认证的产品，对品质甲安全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最近有一个中国兵马俑的展览，民众会当伫咧翕相区互动体验。不过，民众发现讲，这翕相软体是中国软体，怀疑这个资料会传去中国有治安的记录。科工馆表示讲，已经发文要求主办单位调查，目前先暂停这项体验。不管是坐咧，还是徛咧，各种形态的兵马俑，为顶礼拜五开始，伫咧国立科工馆内展出。除了展览区，还佫有活动区，互民众透过特展内底的机器翕相了后，比对家己甲兵马俑面貌共款。所有民众指控活动区使用的软体是来自中国，软体说明嘛是用简体字，敢是有治安的风险。那我是不知道说它的资料会不会回传到中国的伺服器或是他们的资料系统里面去，但是整体看起来，这个展就充满了各种疑虑。没有相关的法源保障的情况之下，民众的脸谱到底被收集到哪里去？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运用？被哪些人拿到？老实说，这个真的没有人会知道。台湾这阵只是进一步质疑，这个活动为国内申请单位到中国代表拢是统战团体，批评科工馆无把关。不过民众看法不同款，有人认为政府会严格审核，也有人认为爱避免传相片。如果是真的有治安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做老百姓的都是会怕。感觉是无问题。安怎讲？因为既然我过在这边做的是就没有治安的问题了。科工馆解说无治安的记录，讲伫签约的时阵，就要求主办单位袂当使用中国厂牌的资通讯产品，嘛强调特展内底2项活动单元设备的产地拢是台湾，已经请主办单位先把这个体验的单元关起来，无查明进前袂当用，嘛同步要求主办单位要清查，若是违反合约无要改正，就会要求因撤展，嘛强调这届展览是按照科工馆相关规定审议通过，内容是符合着科学技术科普的教育，无统战的代志。记者王兆庭、陈显坤报道。来看南投埔里对7月开始，市区19条主要车路开始进行这路边的停车收费，1点钟是20块。不过呢，这头一天呢，停车格啊停车率只有10%尔。民众对这款的新措施，有人懊恼，也有人讲真烦恼。来看这高铁的彰化站，这收费停车场内面是空，也不过讲到这免费的公园停车场内面是停甲客满，甚至停到人行道顶头，即马警方也被处理了。看到要收停车费的人挖过来，车主是讲要刷车，也有车是直接违规停伫咧2个停车格中的黄线。南投县埔里镇市区自初一开始，路边停车爱收钱，南万路的路边停车格空啰嗦，民众讲安尼有好有歹。正常，因为这边停车的业者都是这边住户嘛，应该都这样子啊。现在你要停车要收费的话，当然大家车都不见了，你没有看到现在车都不见了。我们电脑较好，车位较好扛。朋友来较有车位。有嘿，朋友来要停车较方便啦，无一般无得扛啊。为了要改善交通环境，南投县4大乡镇怎么拢规划路边的停车格爱收钱。伫南投市草屯镇了，埔里镇也正式实施。伫19条路设947个爱收费的停车格，采单一费率1点钟20块，早起8点到暗时8点收钱。公所讲，怎么真侪人拢改停行啊，或者是无收钱的路段，停车格停车率只敢10%尔。今年停车率大概1/10而已啊。他们会陆续在办宣导活动啊，路段啊，还有时段，我们会再持续宣导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要改善交通环境，应该还是要推这个路边收费的措施啊。高铁彰化站附近也真侪人乱停车，比外收费停车场拢无人停，也过免钱的空场公园停车场，400个停车位是停甲满，也有人停伫咧人行道，警察来开单。我场所细，了停的就车就开满啊，是正常的啊。哦，系啊，好。所以只要两边停，要谁的？超薄啊呀。哦，本分局取缔的总共187件。那警方呼吁这个民众切勿违规停车，应该寻找这个正当的可以停车的地方，那避免受罚。电中分局讲，伫咧6月伫咧遮处理187位违规停车，相当的罚1000字。不过收费停车场一天上最只敢收100倍。
警方讲会继续加强处理，民众千万唔通甲家己的钱滚酸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树，当地里长伫咧树林内面发现到一个日本时代磅空，保留甲真完整。伊也咧想讲，这个磅空用过是创啥物用的咧？在地也希望讲继续调查活化这个文化资产。对里长的脚步往小路行到底，是一片荒郊野外，内底竟然有磅空藏伫遮。远远看磅空内底有夜报，无法度看到底。里长是怀疑这过去是5分仔车会经过磅空，毋过地方有时段认为这个磅空可能要互牛车经过，因为过去日本人为着要去高滨溪载山啊去自来水厂，迄当阵是用牛车来载，为着莫互牛行铁基路，才会起这个磅空。山去建造着小便的集水厂，爱要下变道，必须要经过咱铁基路的下面，所以咱做一个类似迄个磅空伫遐起哩。无伊中间，佮发现拄即个疑似吼，算5分车的迄个磅空。为什么这个磅空藏伫山沟，即阵才互人发现？因为这便若落雨，产地就会淹大水。里长是甲区公所人员开年半时间调查，才伫山沟发现这座日本时代磅空。头先掠准讲是防空号，推测磅空有300米长。文化局初步判断，这个磅空毋是基尾线的5分仔车的路线，应该是旧三甲的分野。初步评估这个隧道的位置，并非日治时期糖铁旗尾线的路线所在。木社区那边找他们里长，他们已经是金牌社区了，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个带状的旅游规划。里长表示讲，因为这个上无有70年历史的磅空保留甲真完整，毋望未来会当知影磅空历史会当活化，通甲地方产业做连结。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甲台南市政府合作，老师带囡仔行过街头巷尾，用画图的方式，甲台南的文化特色记录落来。这9年的时间，总共出版88本的绘本，今摆也当咧高雄展览。主持人阿家由玲珑果模仿卖杂碎头家，后壁对一顶7个得奖国小囡仔，因路分台南在地传统点心互人。这是早期农村社会，伫街路拢有画玲珑卖杂碎景象。即阵是出现伫高雄捷运美丽岛站。来了，头节就过节啊！卖杂碎头家是为美丽岛卖到维稳赢，现场有侪学生画绘本。呈现台南400历史故事，绘本的主题毋但有庙宇文化、基家传承，阁有人文风情等等，这拢是老师带学生透过实际采访来了解邻里街路，加深囡仔对家乡的认同。因爱去走读社区，对家乡甲社区的历史、文化甲物产，还有更较多的人脉甲了解。透过绘本，伊就有法度了解讲，这是七股的故事，这是将军的故事，这是烟空的故事，所以我感觉透过绘本是足好的媒介。台南400家乡故事绘本的巡回展有69间学校参与，记录台南37区，出版88本的绘本。今年配合台南400档，毋但有行动戏剧。学生的手绘图也伫捷运的高雄国际机场站2号出口来展览。高雄是最后一站，然后最后就回到台南了吼，所以这也是传承我们整个台湾的精神。这摆展览捌巡回到台北、新竹，即马是来到高雄，要展到7月24，也互外地民众做伙见证台南400档的历史风华。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来看南投草屯的电影书院是国家3级古迹，即马也当咧活化这个空间，为开课个人写这免费毛笔字，也个做故事，真侪民众讲伫遮找到因生活当中的平静。一张纸、一支笔、一本字帖，民众专心在标字，老师不时伫边仔指导，到3共学员对基础开始豆豆仔学习。写书法爱注心，毛笔爱摕好在。伫即个过程中，民众拢讲感觉家己的心有变甲较平静，佮学着新的物件，真正是一兼二顾。学习这个书法呢，回家会因为练习把心变得比较宁静。我们退休以后，会有一种好像很落寞、很
无所依靠的那种感觉。那来了以后，这些感觉都没有了，我们全神就灌注在学习上面。书法班以外，我们也还学了很多做古诗。做古诗跟书法是可以融为一体的，所以我们在写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自己吟诗。一个民众退休了后，会来丁营书院培养第二兴趣。讲师教学超过10档，经验丰富。有讲师咧引带，每一个人拢通写出家己满意的毛笔字。这行诗，写一站了后吼，这样过到初诗吼。但是初诗足无简单的，行诗吼在做的时阵吼，先加较一个，拢会晓了吼，才有咋做变化伊的初诗啦吼。丁营书院总共开设4个课程：作诗、吟诗、书法、下弦仔，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这行一转，看古迹、浸水式体验汉学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富士山对今年开始有新规定，这山友就要先网络登记注本，搁再纳2000块一票爬山费，才会当入去爬山。一天限定4000人。山梨县政府表示，讲是因为这几年爬山人伤过济，环境受到真大迫害，一寡人爬山搁唔准备，才一直发生意外，即马才会开始限制人数。3時になりましたので開門いたします。天都还未光，工作人员把水门慢慢撒开。日本富士山登山柜正式上场，伫山内县的极点路线7月开始开放。不过今年开始要为当地入山加新的规定，要爬山人爱网络预约，各缴纳2000日票，差不多大票400元费用才会当入山。前もって予約しておいた方が一番ね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そういうシステムはやっぱ。人多すぎると危ないと思うんで。山友缴费了后，会得到一条黄色的手环，责便手环进入步道。逐天入山时间为透早3点至下晡4点，每天人数上济4000人。敢若预约山内的附近山寮的游客，无受入山的时间甲人数限制。极点路线是爬富士山上界热门的路线，差不多60成的登山客会为这入山。不过疫情了后，游客增加真济，山内环境愈来愈垃圾。国家部分山友准备不足，一直有传出意外。山内县政府才推出新的规定。やっぱゴミを捨てて帰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環境に関しての意識っていうものをもっと皆さんが持っていただいたら、やっぱ富士山も喜ぶかなと思います。当年7月至9月，登山柜富士山拢会吸引超过22万的游客来访。不过目前，敢若极点路线爱收费，另外3条主要的路线也是免费入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7度，嘉义到屏东对27度到3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